第三點咧就係公司嘅架構啦。好多人咧都有聽過股東、董事，咁究竟股東係乜嘢，董事係乜嘢咧？好簡單嚟講咧，股東就係負責出錢嗰個，董事咧就係負責咧去話事、去決定間公司決策嗰個。咁當然啦，好多時候咧，股東亦都係董事，咁兩邊咧都寫你個人嘅名都係冇問題嘅。而如果都會有啲情況係大家合資，有啲人咧真係出錢嘅啫喎，而咧又係佔一啲小股份，甚至咧係攞到一啲期權啊，即係你做幾多嘢先得到幾多股份嗰啲安排係會複雜啲。嗰啲咧就會按照唔同嘅情況咧，我哋會俾建議你啦，甚至咧去到有需要去修改咧，你公司章程都有機會嘅。咁公司秘書第一步當然係要確保你成立公司嘅呢一套文件咧，要係齊全噶啦。除咗真係好簡單喺網上註冊，你會得到一份 NNC1 嗰份公司成立表格之外咧，近幾年因為打擊洗黑錢嘅原因啦，政府其實係必須要求每一間公司咧都有一個重要控制人手冊嘅。而嗰份文件亦都係唯一一份你冇嘅話係有機會有刑事責任嘅。第二樣咧，主要嘅責任其實就要 make sure 你每一年都按時咁樣咧去做年檢呢個動作，包括咧你需要做一份週年申報表啦。而呢一份遲交咧，其實公司註冊處咧都有罰款表嘅，你可以睇呢度。我都見過咧，有啲就算交咗嗰份週年更新表咧，都可以錯漏百出嘅。譬如你可以睇呢個情況，佢就係將個股份咧直情寫錯，然後用人手查咗佢。亦都有出現過咧，有啲公司秘書幫公司寫股份嘅時候咧，竟然寫佢公司淨係得一股。咁其實一間公司得一股，如果當你要再分股份有新嘅股東加入嘅時候，你咪要做多好多功夫去改咗佢咯。